喂，Richie， Yes，你孖得生係咪講廣東話㗎？唔係。我家很多反對，反要反對。反對，嗱，你咧會有少少咧係反咁樣嘅，反係啦，所以咧就要戒甩嗰個嘅嗰一下嘅，即係係啦，因為廣東話咧係要有一個係直不甩啲嘅嗰一個感覺，所以係眼係啦，反係啦，之前話我家很多反對我，粉係啦，所以唔可以讀個粉，係啊，係啦，反係啦。我家很多反對我愛你的聲音，任他怎講，只要與你任他怎講，只要與你，任他怎講，只要斬講，聽到啊？斬講啦，要斬字係啦，怎講？頭先我講咩啊？斬斬係啊，怎講？任他怎講，只要係唔係斬講？千祈唔好個斬字喎，怎係啦，任他怎講，只要係啦，只要係啦。外間很多反對我愛你的聲音，任他怎講，只要與你持續熱吻，要放冷槍，要炮轟，我們就更愛，誰又不忿？ Yeah，good。